順從上帝。約翰一書2章3節，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，這樣就知道我們已經認識他。要辨識一個人係咪一個真正嘅基督徒，有幾個簡單嘅試驗嘅。喺約翰福音13章35節，耶穌話：如果你們彼此相愛，眾人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佢所愛嘅門徒約翰喺約翰一書5章2至3節嗰度就提到：我哋如果遵守佢嘅誡命，就曉得係認識佢啦。後來喺同一封書信中，佢又話：我們若愛上帝，又遵守他的誡命，從此就知道我們愛上帝的兒女了。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，這就是愛他了。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。要成為一個基督徒，並唔需要高深嘅學問，或者對聖經有深刻嘅研究。最要緊嘅就只係要存住一顆誠實嘅心，樂於信服上帝就夠啦。上帝最初賜俾人類嘅誡命，就係要人服從佢，一切嘅美德都由信服上帝嘅命令而來。一切罪孽就係根源於違背上帝嘅旨意。有時上帝嘅旨意同人嘅命令係互相違背嘅，我哋只有順從上帝嘅旨意。喺《使徒行傳》5章27至29節嗰度記載，彼得同約翰喺耶路撒冷，因為傳揚耶穌嘅道，被囚喺監中。第二日喺公會面前受審嘅時候，大祭司就質問佢哋，彼得就回答話啦：順從上帝，不順從人是應當的。有一個國王開咗一個歡迎會，邀請某一位大學校長去赴會。呢位校長並冇回覆國王嘅請柬，但係佢係準時赴會嘅。國王見到佢就話，因為冇收到佢嘅回帖，所以唔知道佢會唔會嚟。校長跟住就回答話啦：我諗國王嘅請柬係要信服嘅，唔係要回答嘅。我哋對上帝其實亦都應該係咁樣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識得遵守天父嘅誡命，並且樂意咁信服佢嘅旨意。阿門。